大家好，我係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第3堂嘅堂主任劉旭東傳道。我其實參加咗 City to City 喺泰國啦、曼谷同埋喺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兩次嘅Summer Intensive。喺當中咧，我都體會到就係嚟自唔同國家，特別呢一個咧兩次都係喺亞太區嘅一個嘅聚集嘅時間。當我哋睇到唔同世界各地嘅教牧同工係去到努力，唔單止係植堂，同時係去到更新一啲以往有一定時間歷史嘅教會，透過跳出去呢個社區，透過係高舉福音嘅同時，我哋去需要一啲唔同嘅工具。而 City to City 呢一個嘅運動，我哋會睇到點樣去將福音連結社區，福音連結文化，福音連結職場，令到我哋大膽咁樣喺個城市入邊係高舉主耶穌。好期待你可以一齊去到參與，去到睇到 City to City 點樣去幫助我哋一同去到有呢一個嘅夢想，有呢個盼望，係去到將上帝喺城市入邊嘅心意能夠達到。期望你都能夠參加。